歡迎大家嚟到寶寶博士戲劇教學學中文。寶博士成日都教大家要從生活中取材，咁又點可以唔講下2026世界盃呢個盛事呢？講起足球，我就即刻諗起我喺中學度教過一篇課文，叫做《古代足球》。佢係一篇說明文，透過清晰嘅時間順序，由傳說講到去明朝，交代古代足球嘅歷史演變。老師可以運用戲劇集式時間線。首先，老師可以將課文剪成唔同部分，然之後運用時間線，請學生根據古代足球歷史發展嘅演變，由最初排到去最後。因為透過說明時間順序係呢一篇文章最大嘅寫作特色。接着就係運用戲劇集式專家外衣，請學生扮演足球評述員。我會請學生分成唔同嘅組別，每一個組別就代表一個朝代。然後請學生根據課文嘅內容，例如看待蹴鞠嘅情況，寫翻一啲重點出嚟。而家霍去病就率領佢嘅球隊一齊全速前進，睇下邊個會大腳抽射先啊！梗係霍去病將軍啦。美美球王，哇，諗住大腳抽射嘅時候，點知踩波車，仲要雙出，真係又尷尬又可惜啊！到宋代，古代足球嘅發展真係去到一個輝煌嘅時期。人又話波係圓噶嘛，呢個唔係搞爛嘅。原來喺宋代嘅時候，真係因為波係圓，所以喺民間度組織咗一個叫做圓社。而家你贏咗比賽就話捧杯返去你嘅國家好威威，但係宋代嘅時候，如果你可以喺皇帝面前獻技，而你嗰隊又贏咗嘅話，你係可以得到銀碗、綢緞，全部都係價值不菲嘅物品嚟噶，搞到我都唔想再講波啦。我想好似啲女主角咁樣穿越返去宋代啊！我要喺皇帝面前獻技，可惜好景不常，去到明朝嘅時候，足球就開始沒落啦。點解呢？咪就係因為佢個皇帝話邊一個再踢波，違者斬咗佢對腳。哇！而家你代表國家出賽，你就叫國腳，但係以前你踢波會冇咗隻腳噶。哎呀，唔好啦，我唔穿越啦，我留返喺現代度講波好過啦。我嘅示範就到此為止啦。大家有冇留意到專家外衣呢一個集式有啲乜嘢特別之處喺裏面呢？如果你想知道2026年邊一隊會攞冠軍，咁樣你就要 CLSS， 然之後再掃呢個二維碼，跟住就同啲學生一齊講下波，最後好快你就可以睇到冠軍賽，就可以知道邊一隊攞冠軍啦。今日寶寶博士就講到呢度啦，拜拜，唔阻大家睇波啦。